咱来看泰国曼谷一间野生动物园，最近有2个月大的河马是真清，网络顶头有真侪伊食古水的影片，嘛写真侪游客来动物园哦，咱做伙来看卖。伫泰国曼谷东南边的绿山野生动物园，有一只名叫做大跳肚的母的祖鲁河马阿姨啊，细细只啊，身体圆润润，保育员敢若是安达天母同款蒙叶的下海，实在有够古锥。大跳肚有当时会向保育员使性地喙开开，想要甲夹伊的手，去不的情景，互人看了就好笑。这款画面经过社群媒体传播了，互大跳肚变作网红名称，逐工拢有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要看伊。动物园表示，伫最近礼拜假期来园的人数增加要到2倍，有游客一早起7点就开始排队，像伫咧开园的7点45分进前，等咧要买票，入去了就直接走去河马区排长队路长，互园方重新规划参观的路线，互更加侪人会能看到这只大跳肚。这2个月大的大跳肚，伊的相片伫咧社群媒体是4月传，所以动物园也做一寡正古锥的图，定期伫咧粉丝页更新。也使一寡大跳肚的周边产品。大跳肚是绿山动物园上老的河马伊的查某孙，这种祖鲁河马是濒危不整。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调查，目前全世界只敢剩2000多只。日本爱知县长国市一间动物园的南非徛河片长，八月底伫咧动物园方面安排的消暑活动，休闲的受水。养鹅也因为伊脱队孤单一只走去海面上，动物园方面是开始救援。盐湖山拄着风台闪闪，一直拢无找到片长，因阿所发出的协助找寻的通知也一直拢无回报。这只6岁母徛河片长伫动物园出世，无长期伫咧海上活动的经验甲求生的技术，本来就是讲无啥希望啊，要伫咧吹背接到通知，讲伫咧45公里外的海边啊找到片长。动物园替片长做体检，发现除了体重较轻以外，其他拢无大碍。因那片长伫海上漂流甲2礼拜，一个人平安回来。动物园方面认为应该是风台，互船无法度出海，较无互船弄着甲希望甜着的风险。因那创纪录的降雨量，提供其水源甲降温的方式，所以才会当平安的倒转来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